首期6萬蚊，月供4000零蚊可以買到呢套4房南北通透嘅戶型，所以喺露台呢度咧可以望翻個湖景 view，非常之靚嚇。即係之前睇深圳睇嗰啲公寓睇唔上嘅，買咗呢度住得落嚟，亦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嚇。大家好，我係歡心接下。今日嚟到惠州最靚嘅住宅小區泰豐木馬湖，呢個生態環境真係俾100萬都買唔到落嚟啊！但係我哋每日落樓咧都可以享受翻呢個景色嘅。咁其實呢個樓盤咧，亦都係成個惠州妥妥嘅銷冠住宅。上一個月啊，賣咗238套啊，賣癲咗啊！真係點解佢有咁大嘅吸引力咧？其實係全國都喺度買呢個樓盤㗎。首先咧，其實生態環境真係冇得彈，中間呢個湖景，包括而家賣嘅單位，仲有啲可以望翻湖景嘅單位。另外咧就係屬於大亞灣最核心嘅商圈位置啦，直線300米去萬達廣場。萬達廣場咧係一個大型嘅綜合商場，喺惠州嚟講呢一帶咧係屬於非常之旺嘅一個地方。第三方面就係交通方便啦，亦都有唔少香港業主選擇係因為佢有愛心巴士直達到蓮塘口岸50分鐘嘅時間，翻香港好方便。再者咧15分鐘車程去翻惠陽樞紐站啦。而家其實下深高鐵咧都可以1個鐘直接翻到香港嘅西九龍。嚟緊仲有條深汕高鐵，明年起好，咁到時候15分鐘左右可以去翻羅湖北啦。經再轉地鐵咧，其實翻羅湖關口亦都係十分之方便嘅。咁呢一個住宅嘅社區啊，佢有咁靚嘅交通環境同埋商場嘅配套，最關鍵咧佢仲價錢非常之平啊！首期款4萬蚊。總價73萬起步就可以買低一套3房2衛嘅單位啦。咁仲有啲望一線湖景嘅單位咧，講緊首期都係6到7萬蚊可以買到嘅，抵唔抵買？有冇吸引力啊？發展商仲送埋全屋嘅精裝修。咁我哋公司咧係會額外匯贈翻家電禮包或者3年嘅管理費嘅嚇。睇到呢個環境，阿霞都非常之心喐啦。先跟住阿霞去售樓處了解翻個基礎嘅情況，我哋再睇示範單位。影片嘅最後，阿霞會好客觀咁同大家分析翻呢個樓盤嘅優點缺點，因為冇一個樓盤係十全十美嘅，呢個樓盤咧亦都有比較多嘅爭議點。喺影片嘅最後，阿霞會好耐心咁同大家去分析下。走，先去售樓中心。首先睇翻木馬湖周邊嘅一啲配套先。咁木馬湖咧係沿住大亞灣大道而建嘅，呢個係成個大亞灣區主要嘅主幹道之一啦。成個咧係有佔地55萬平方，建築面積111萬平方。容積率非常之低，入邊咧係包括咗有別墅啊，加埋住宅一個綜合嘅社區。咁我哋頭先提及搭愛心巴士，一係就喺營銷中心呢個位置乘坐，一係咧就可以喺二期門口嚟乘坐，兩個地方都 OK 嘅。我哋今期睇嘅主角係屬於第5期，如果係坐車咧，可以經4期直行到第2期嘅門口，包括再往前行咧，可以去翻萬達廣場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包括沿住大亞灣大道咧，直上大概係1.8公里，可以去翻益田格世界廣場，反方向咧又可以去翻吳越廣場，大概都係屬於2公里左右嘅範圍之內。所以呢一個大亞灣區最核心嘅3個商場離我哋都好近啊。其中萬達廣場咧係最大嘅一個室內商場嚟嘅。咁呢個社區咧，其實佢有成萬平方嘅佔地面積俾咗學校，包括有間名校係私立嘅博雅培文學校，小學到高中3到18歲一站式嘅教育。不過呢個咧就費用唔平嘅嚇。另外仲有一間公立嘅初中大亞灣一中，仲有一間係小學，咁就係西區嘅8小啦。呢2間學校咧都可以滿足到業主嘅小朋友就讀需求啦。入邊仲有3個幼稚園可以滿足到基礎嘅教育。咁呢一個片區打造得咁成熟，係因為佢周邊其實亦都係好多企業嘅，包括有大亞灣首間上市公司光弘科技。嗱，咁仲有非常之多電子信息工程做科技嘅一啲公司喺周邊呢一帶嘅。咁呢成個木馬湖嘅片區咧，佢亦都係非常之成熟嘅，沿住中山嘅3萬平方湖畔而建，生態環境咧係非常之靚嘅。其中1、2、
4、6期咧都係已經入住咗嘅社區啦，入住率都非常之高嚇。1期入邊咧仲包括咗有些少嘅別墅單位。咁而家5期咧就係賣緊嘅主角啦，亦都係沿住湖邊而建嘅，呢個生態環境係非常之靚嘅。咁仲有7、8、9期咧係後期會陸陸續續開發嘅，呢個咧就係成個成個樓盤大體嘅一個情況啦。咁我哋進一步去睇翻個第5期嘅情況。今期睇嘅主角第5期係沿湖而建嘅，而且樓下咧有個2000幾平米嘅兒童樂園，有飛鳥之家，包括仲有兒童遊樂場所，仲有個籃球場，不過係半場嘅。另外咧仲有啲乒乓球室、室外嘅健身空間等等。成個湖泊咧亦都打造咗環湖嘅跑道嚇，所以平時落樓咧就可以逛一逛。包括我哋有部分單位就可以望翻個湖景 view 嘅。呢一條好明顯嘅天橋咧就連接翻第4期，去坐愛心巴士或者係去萬達廣場後期就有呢條快捷路可以行翻啦。咁我哋側邊咧仲有個係學校博雅培文嘅小學到高中，所以其實呢一帶咧亦都係非常之現成嘅一啲生活環境啦，唔會好雜亂嘅嚇。咁我哋成個社區咧係有7棟嘅住宅組成嘅，舊年國慶期間先正攞出嚟賣嘅10月1嗰時候，咁其中咧高層嘅就87到89棟，呢3棟係46層高，3梯6伙嘅設計，亦都係細面積為主啦。89平方有3房2個廁所，99平方可以做到3+1房，另外仲有個123平方南北對流嘅4房單位。咁如果想買翻細單位睇湖景咧，就123平方，剩翻幾套40樓以上高區嘅單位嚇。咁如果係再大啲面積咧，就90到93號樓呢4棟啦。呢4棟單位嘅話咧，佢係屬於32層高2梯3伙嘅設計，有126平方4房，仲有143平方4房，但係個廳有成6米闊嘅大橫廳，而且係南北對流雙露台嘅設計，大平層嚟㗎。如果係呢個大單位咧，143平方，全部都可以望翻湖景，景觀係非常之靚嘅。咁我哋其實之前細單位咧就啱攞咗87號樓出嚟賣。啱啱咧就加推咗88號樓嚇，所以而家成個樓盤咧就剩翻89號樓係仲未加推嘅。不過前邊嘅單位而家係最筍嘅呢個價錢，因為後期越接近2樓越貴。就講翻87到93號樓咧係屬於明年嘅年底交付，如果係88號樓咧就遲多半年，預計係2028年嘅6月份交付。但係按照木馬湖嘅實際交付下都係有早冇遲嘅，大家可以放心。咁佢管理費咧頭3年係2個半，後期咧就3個2一個平方下，質素非常之靚，呢個管理費值得交㗎。咁成個社區咧亦都係完全實現人車分流，地下係車庫，上邊咧只可以行人嘅，所以呢個舒適度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呢個係成個社區嘅特點啦，仲有戶型嘅特點，亦都係好大嘅亮點，因為佢嘅贈送率係非常之高嘅。以126平方為例，佢每一個戶型咧都係呢種超長露台嘅設計，都有成6米起步嘅呢個露台，送一半嘅面積。另外嘅話咧，有一間房係屬於露台佈建嘅，亦都會贈送一半嘅面積。所以點解佢喺惠州下呢個89方佢有3房2個廁所，呢個使用率係比較難得嘅。仲有咧就係低首期上會啦，只需要俾0.5成嘅首期，發展商幫你掂嗰1成嘅首期，可以輕鬆上會嘅，相當於4萬蚊起步咧，可以買到間3房嘅單位，6萬蚊起步就可以買到4房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直接過去睇翻實體樓嘅情況。首期6萬蚊，月供4000零蚊可以買到呢套4房南北通透嘅戶型。咁仲有最後幾套咧係可以望翻湖景嘅，呢個係示範單位，睇睇擺咗家私電器嘅效果。入門位置咧有個玄關櫃位。發展商都有送就係呢個款式啦，咁個客位咧非常之充足嘅空間啊，完全乾濕分離，呢度仲有咁闊嘅位置，旗杆嘅位置咧係非常之深嘅一個正方形位下，空間全部好舒適嘅。入門嘅呢一間房咧，其實係一個露台形式佈建嘅，贈送一半嘅面積俾到大家，開間有成2.3米，你可以改成一間睡房、書房或者係茶室都冇問題嘅。咁入邊呢個廳咧就南北對流啦，廚房嘅位置
有改造啊。實際咧，我哋係做一個推拉躺門半開放式嘅廚房。咁而家佢做多咗一個中島咧，咁廚房嘅使用空間會多翻好多嚇。咁而且佢有贈送嘅面積就喺呢個星盤嘅下邊，每一伙都有所贈送嘅。咁我哋再出翻嚟咧，就係屬於個客廳啦，空間都唔細嘅，6人位或者圓台都冇問題。呢個客廳有個好呢個飯廳有個好靚嘅風景線，就係湖景啦。坐喺度食飯咧，可以直接望翻木馬湖最中心嘅湖端嘅位置，側邊起緊嘅係連接4期嘅一個天橋，後期落樓直接行過去到2期出門咧，7到8分鐘左右去翻萬達廣場，近翻好多，直接擺張飄窗墊，食完飯可以坐喺度望下湖、讀下書都係唔錯嘅。咁呢度係屬於個客廳嘅位置啦，成個大橫廳嘅感覺嚇，因為佢比普通4房嘅廳咧係要大啲嘅。而家實測翻個開間，感受一下，有3.93米左右嚇，所以如果話購埋嗰啲背景牆嘅話咧，基本上4米嘅闊度係有嘅，而且做咗封窗嘅效果非常之正啊！呢個露台係一大特色，佢好長嘅，有成7米幾嘅長度。最關鍵咧，側邊有採光，所以喺露台呢度咧可以望翻個湖景 view， 非常之靚嚇。我哋實際咧望翻出去係咁近嘅湖景，樓下咧係兒童遊樂場，再過去呢邊位置咧就會有個泳池啦。整體嘅空間咧係非常之舒適嘅。而且我哋後期想要更加實用，可以做翻啲家政櫃嚇，呢個風窗就自己去做翻啦。佢只係作為一個示範嘅參考。房間咧個個都唔細嘅，包括呢一間房都係啊。佢可以自己打樹做個榻榻米喎。BB 最中意呢種設計啦，空間好多。如果你唔想瞓窗台，將一個床往入邊靠，床尾可以做翻啲利用嘅空間。側邊呢個窗台咧，佢做咗啲書台，其實呢邊咧係可以做翻一排嘅衣櫃，都係 OK 嘅嚇。呢個房係比較大嘅，咁sorry， 忘記咗呢間房啦。第3間房係出露台嘅嗰間，呢個闊度有成2.8米，所以可以做到3面落床，好輕鬆。長者咧就比較中意瞓出去露台嘅單位，我都中意啊，因為又可以望湖景，平時早上起身又可以做下磚。呢個主人室咧係非常之大嘅，而且做到南北通透。我哋呢度咧係屬於個步入式嘅衣帽間，一字排開，可以做6、7扇冇問題。呢度有個窗台嘅位置，而且有線採光嘅窗，所以可以啱啱好搭起身做翻個化妝台，啱啱好嚇。咁廁所咧就改造咗，將牆身拆咗，呢個位置咧企光會闊翻啲嘅，而且佢額外有個贈送嘅窗台位置，所以呢個會更加好用啲嚇。對比頭先嗰個客位，睡房區就大啦嚇，床褥任擺。最關鍵咧，我哋如果話坐喺飄窗墊呢個位置望翻出去咧，又可以見翻綠油油嘅湖景，係非常之靚嘅景觀，冇遮冇擋嘅。咁呢一個單位嘅話咧，就首期6萬起，月供4300起咧就可以買到噶啦。但係如果話要望湖景咧，個價錢會貴翻啲嘅嚇。其實首期款可能最多1萬蚊左右就搞掂噶啦。最後幾套湖景單位有興趣再聯絡一下。咁我哋而家去睇翻個89方3房2衛細單位嘅交付標準，首期4萬蚊，月供2900米低呢套89平方3房2衛嘅單位，交樓標準門咧係智能密碼門鎖，非常大氣，而且鞋櫃都幫大家做好咗啦。呢啲比較大塊嘅地方擺鞋嘅拖桶，上邊大格嘅全部都有齊晒啦。最關鍵咧，呢啲料啊摸起身係唔錯嘅嚇，比較雪滑嘅膚感嘅感覺。中間仲有個雲石半身鏡。廚房嘅空間咧比較大，成個深 U 型嘅設計，而且贈送位咧就喺星盤下邊啦。呢個係比較實用嘅，會幫大家做好個操作嘅台面。上下櫃呢啲係基本嘅配置啦，3件套都有埋，配咗個消毒碗櫃。雪櫃咧就預留咗喺呢個位，如果係細少少嘅雙門雪櫃都擺得落嘅，配埋一個玻璃躺門俾到大家嚇。呢個咧就比較慳地方。咁佢嘅飯廳咧係比較長嘅，成個可以擺得落6人位嘅餐台，側邊可以加多部分嘅餐邊櫃。客廳咧，我哋參翻個開間嚇，佢交樓咧全屋就係呢種白牆，地磚係64.2米嘅磚嚟嘅，咁呢個闊度咧接近3.3米嚇，呢個係比較 OK 嘅嚇。上邊呢啲咧就係簡單嘅燈泡，後期要換一換噶啦。冷氣冇送嘅，呢個我哋公司可以贈送翻俾大家。露台好長嘅，首先佢預留咗一個凹位，專登俾你擺個滾筒洗衣機嘅，如果疊埋上可以做埋乾衣機都冇問題。呢一邊咧就係屬於一個可以連通睡房嘅露台位置啦，成個接近有6米嘅長度。
咁佢係有東南西南兩個方向都係望翻來源景觀為主。其實而家暫時仲未做好就望唔到咩嚇。咁後期如果話起好晒嘅話咧，前邊就會綠油油一片。不過左右兩側咧有啲樓啊，所以個視野就唔係非常開闊嘅嗰種啦。畢竟呢個單位總價73萬起可以攞低啦，所以呢啲都唔係咩問題嚇。其實交付咧都比較細緻嘅，比如話呢個廁所嘅門啊，地下呢度咧佢係鋪晒呢啲磚嘅，就唔會話啲水啊長期會滲喺個門咧就會mất啊。呢個係比較細緻嘅地方。入邊交樓咧就有鏡櫃啊、洗手池啊都有，不過洗手池咧做得比較特別啊，係呢個弧形嘅設計，磨砂質感。座廁有啦，旗杆嘅位置、沖涼房位都 OK 嘅，唯一咧就唔好做呢個玻璃敞門嚇，後期可能要加。呢度仲有個細窗台，亦都係贈送嘅位置。不過第一次見咧，喺惠州原來都有咁開窗嘅呢個廁所位，係我啱發過嘅啫。上邊咧都配咗一個暖風機俾大家咁嘅。再睇翻睡房，第一間房咧就係露台形式佈建嘅，佢實際交付俾我哋係個露台嚇，要自己去改翻間書房或者睡房區咁嘅，所以佢呢個位置咧，你擺床褥咧就擺個1.2米嘅床啊，可以擺得落2米嘅，冇問題，送一半嘅面積㗎。門就唔一樣嘅，係個玻璃門。呢度第二間房咧就頭先出露台嘅嗰間，呢間房咧四四方方，因為佢闊度有成2.5米左右，所以呢個位置可以擺得落1.5米床，3面落床 OK 嘅。呢度係屬於主人室啦，佢嘅套間咧，廁所嘅區別主要就喺個旗杆位置，呢個係一個鑽石形位，同樣咧後期肯定要自己再加翻個玻璃敞門噶啦 ，OK。咁睡房區就好方正啦，擺咗1.8米嘅床，嗰邊可以做翻一排個嘅衣櫃空間，冇問題嚇。呢個單位咧而家87棟同埋88棟都有得選擇嘅，咁價錢好平啊，73萬起嚇，4萬蚊首期款，2900嘅一個月供嚇。呢度咁近萬大廣場，你如果收租咧，可能租到2000蚊都有機會㗎，所以亦都好多客會買嚟投資收租嘅。咁我哋仲有個99平方嘅大啲嘅單位，嗰個就唔具體拍啦。有興趣嘅話，攞資料，嗰個總價貴翻些少，其實朝向同呢個係一樣嘅。OK，咁我哋再去睇翻大單位，又想要大單位，又想要望湖景，就可以睇翻呢套143平方嘅呢個戶型咧，7萬首期，5500蚊月供可以攞低啦。咁佢係做到南北對流兼6米大橫廳嘅後果，呢度係屬於入門嘅位置嚇，玄關櫃預留咗，呢度係個廁所，試影師帶大家簡單望一望啦。其實空間都唔會細嘅。畢竟面積喺呢度啦，佢入門呢間房咧就係屬於一個露台形式佈建嘅房間，送一半嘅面積，開間都有2.5米左右，都唔會太細嘅。咁入邊咧，我哋先睇翻廚房呢一側嘅空間，咁佢係做咗少少改造嚇，實際呢個中島就冇噶啦。廚房嘅空間好大，咁如果改咗之後咧，就可以將飯廳連通埋一齊。星盤下邊都係贈送嘅面積嚇，呢度可以擺圓台都冇問題嘅，因為呢個係獨立嘅一個飯廳嘅空間，非常闊落。最勁嘅咧係呢邊係可以望翻個湖景嘅，而且景觀非常之靚嚇，所以到時候就咪用呢個露台晾衫啦。你睇湖景綠油油一片，哇！今日嘅天氣好正嚇，藍天白雲，望翻個兒童遊樂場所等等，而且你想要個廳有面，呢個係咪夠細有面啦？6米嘅開間闊度嚇，交樓就係咁闊㗎，唔使去拆房㗎啦。呢個實際做亦都有咁大，咁後期如果你將露台門好似咁拆，做翻個風窗，呢個廳嘅深度咧，亦都可以接近去到成6米幾嘅一個闊度，成個正方形嘅大橫廳後果。不過呢邊咧就考慮到朝向要揀個靚嘅東南位，所以就唔係話湖景啦。呢邊係望翻個來源嘅景觀為主嚇。咁我哋再睇翻入邊嘅一個情況，其實佢而家係做咗4房嘅後果嚇，呢度相當於係第2間房啦。但係房咧就一個比一個大，呢間房有成3米嘅開間，而且係睇湖景嘅房間嚟嘅嚇，所以呢間房都係舒服嘅。對面嗰間咧就做咗榻榻米，其實唔使做都得嚇，亦都有成3.2米嘅開間闊度嘅。主人室咧就好大啦，呢個位置你可以到時候直接做翻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，或者成個 U 型嘅衣帽間，或者成個 L 型嘅衣帽間都冇問題，因為空間有咁闊落。入邊咧廁所佢係做咗啲改造嘅，想要浴缸擺得落嘅嚇，2個洗手池都得。呢度咧係屬於個坐廁同埋沖涼房嘅位置，仲
單獨預留咗俾到大家嘅。睡房區就又長又闊啦，成4米幾嘅一個闊度嚇，所以呢個先正有大平層單位嘅感覺。不過交樓標準咧，肯定襯唔起呢個單位㗎啦，所以後期咧可以類似咁將軟裝改一改，擺埋啲家私電器會更加舒服。咁頭先介紹到呢個戶型咧係7萬首期5500蚊嘅月供起步可以買到。不過如果係頭排呢啲戶型嘅單位，肯定要更貴啲嘅。詳情可以問翻阿霞。咁我哋就呢幾個示範單位作為參考，有興趣咧聯絡阿霞過嚟睇樓嚇。我哋而家落去重點分析翻樓盤嘅情況。咁而家同大家分析翻樓盤嘅情況。首先頭先睇嘅第5期咧，而家賣緊嘅就係對面呢個位置啦，湖邊嘅住宅。咁呢個樓盤咧有個比較特殊嘅點，先同大家說明一下。佢嘅土地咧係比較舊嘅，2003年攞嘅地塊。嗱，咁過咗23年，發展商係冇補地價嘅。咁到咗期之後點算咧？地係屬於國家嘅，大家屋係屬於業主嘅永久性財產，所以到咗期之後啊，住宅係可以自動續期，無需申請嘅。費用亦都係非常之低下，如果要收費嘅情況都係15個6左右一個平方就搞掂啦。呢個就唔使過分擔心。咁喺成個惠州咧，其實尤其大亞灣呢一個片區啊，要咁靚嘅位置、咁大嘅社區，基本上都係舊嘅地塊，因為新嘅地塊攞唔到咩靚地啦，都係啲比較邊緣嘅或者好細嘅，得翻3兩棟單位嘅呢個情況。所以呢個社區咁多嘅配套，亦都係要感謝呢個發展商咁早就將呢塊地全部買落嚟啦。嗱，咁呢個樓盤咧，其實佢優勢就係屬於又係交通方便，有愛心巴士直達到蓮塘關口，離高鐵站又近15分鐘嘅車程，又係屬於萬達廣場嘅商圈。其實10分鐘行路時間去萬達廣場，包括5分鐘嘅車程可以去翻益田假日世界廣場啊、吳越廣場等等大亞灣最核心嘅地方。仲有第3方面就係生態環境係獨一無二嘅，呢度有成3萬平方嘅湖泊，沿河嘅綠道就係非常之靚噶啦，唔需要話一定要買湖景單位都可以享受翻呢個生態環境嘅配套，而且成個社區係好難得完全實現到人車分流嘅，尤其是我哋第5期呢邊咧係地面一部車都唔會有嘅，呢個舒適感係不言而喻噶啦。咁仲有咧就係屬於咁靚嘅單位，又有咁豪華嘅裝修，0.5成嘅首期就可以買到啦，而且佢嘅單價同埋總價亦都係非常具備競爭力嘅，4萬蚊首期2000幾蚊嘅月供款就可以買到間3房2衛嘅單位，呢個係十分之難得嘅嚇。雖然話佢交樓時間對比市面上好多樓盤都遲咗少少，但係1個月賣230幾套，邊有機會等到現樓先攞出嚟賣呢？所以冇可能噶啦。大家如果係有睇啱呢種單位，想要收租都係容易嘅，因為周邊係萬達廣場同埋有咁多嘅公司，包括仲有上市公司。如果係自住呢個環境真係非常之靚啊！阿夏亦都有業主買咗呢個社區，即係之前睇深圳睇嗰啲公寓睇唔上嘅，買咗呢度。住得落嚟，亦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嚇。咁有興趣記得聯絡阿霞帶你一齊過嚟睇樓啦。視頻上方掃一掃碼就可以加到阿霞嘅 WhatsApp、WeChat。我哋公司咧係各大關口免費接送，唔會收大家嘅佣金或者團購費。成交之後咧，就會額外贈送翻家電大禮包或者係3年管理費俾到大家嘅。覺得片唔錯，記得俾 like 支持一下啦。阿霞過2日咧，亦都會將呢一個超級大樓盤同星河單題對比一下，所以記得 follow 翻我哋嘅頻道，到時候一出呢個片咧，你就可以睇得到啦。咁今集視頻差唔多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